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的是对抗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，台湾有新进展。这个国光生技公司通过新冠疫苗第一期人体临床试验的申请案，将要伫个台病院来启动着试验的计划，后续会计划来举办这个说明会，征求受试验者。预计要来收60外位19岁到55岁这个卡斗的人士，先来做安全性甲毒性的试验。啊，这个国光生技公司嘛是全台湾头一间核准进入到人体试验的厂商。真正若要挡新冠病毒，就要靠疫苗、靠注射，国内厂商有新的进展。国光生技动物试验成功啊，申请第一期人体试验通过啊，将伫台台启动试验计划，估计要收60几个人。19岁到55岁，现在会选比较壮年期的啦，明显的临床上可以观察到副作用等等啊。当然，另外一个就是抽血看他身体对这个免疫反应的作用。国光生技第一期临床试验将针对疫苗安全性甲毒性的试验做调整，若是真正有效，统计数字出来了后，再进入第二阶段人体试验。照他们的计划书，预计会施打2剂哈，那后续还有后续的安全性观察跟抽血的检验。目前国内研究疫苗厂商除了国光以外，高端的疫苗联合生技嘛已经向食药署提出人体试验的申请，还伫审核阶段。另外，安特罗嘛伫积极研究疫苗，不过审讯疫苗有法度上市，嘛都要看试验的结果，才度确定时间。